来关心癌症，已经连续43档排伫咧国民10大死因的第一名。咱对2025年今年开始推动100亿癌症新药基金，希望让癌症病人的用药时程甲新药列入去健保的时间会当加速。今仔日健保司长赵宗良嘛表示讲，目前已经有4款新药列入去给付，按算明年要争取到100亿个预算，提升癌症的用药治疗。 癌症连续43年排伫咧国人10大死亡原因的第一名。总统赖清德伫咧年内推出的100亿癌症新药基金，自2025年1月开始公告作业完结，第一年便50亿个预算，也宣布要用偌济补偌济。27医界团体邀请健保司长石崇良讨论新药基金的永续性。那目前在上半年，我们已经纳入了4个新药，那么适用在癌药基金的支付，来大幅提升这个，特别是在这个免疫的治疗的部分呢，新的这个癌药基金所收纳的药物呢，都是按照全适应症给付，那么来这个使用。石崇良估计来讲，像2017到2021年，癌症5年级别的存活率。 女性年癌的第2期、第1期就体检治疗，5年期的存活率大过99.9%。要果若是到第4期才体检发现，那呢5年期的存活率就落到39.4%。但是若比对美国的资料，1975年到2019年年癌的死亡率降低58%，只有25%的贡献是来自体检。 有47%的贡献是来自早期的治疗。你如果是要用公预算，它必须有一个清楚的法源，所以很多的这个立法院的先进就想要修正一些这个法律上的一些微调，让它公务预算上面可以有法源，这样才能够永续。在新药出现，会当让治疗更加精准，营造新药的可进性、可负担性。 也个培养病人负责任的态度，是目前的大目标。健保署伫目前强调，100亿癌症新药基金虽然是放伫咧健保基金内面，也过是维持专款专用。今年若无用煞，会累计到明年继续用，袂变做安全准备金的一部分。而且按算伫咧115年争取到上100亿的规模。公司新闻采访报道。